大家好，我嘅個人研習命題係網絡上的表情符號對青少年溝通能力的影響。首先啦，我哋講一講探究嘅背景，就係因為越嚟越多人就使用網上嘅聊天工具嚟傾偈啦，咁就例如 MSN 啊、聊天室啊、ICQ 啊、Yahoo Messenger 或者 Facebook 之類嘅，咁呢啲都係青少年多數用嚟溝通嘅渠道啦。咁除此之外就仲有網上聊天室啦、網上遊戲呢啲地方都係青少年互相交流嘅地方嚟嘅。咁最重要嘅一點就係青少年喺溝通嘅時候都會加入表情符號嚟表達自己嘅感受。咁樣就佢哋會覺得比較傳神地表達自己所思所想啦。咁呢一個研習嘅目的就係探究佢哋會唔會冇辦法正常地同其他人單對單、面對面地溝通同埋表達自己。例如佢哋會唔會覺得冇辦法或者難以完全抒發自己嘅感受啦？佢嘅感想，甚至佢係唔係開心或者唔開心嘅？咁呢一個研習，我哋會分析青少年喺溝通方面嘅不良影響啦。點解會有呢個不良嘅影響，同埋作出適當嘅建議嘅。咁我喺呢度就為大家介紹一下表情符號嘅種類。首先喺左手邊，我哋會見到嘅係 MSN 通用嘅 icon 啦，仲有就係喺中間嗰欄係自己加入圖案嘅表情符號。即呢啲符號都係青少年自己喺網上面下載啦，或者創作嘅表情符號嚟容易表達自己嘅。咁最後跟住就係喺右手邊就係顏文字嘅符號。顏文字係日本傳過嚟嘅一種表達感情、感想、情感嘅方式啦。咁佢哋本身都係廣泛地應用喺書面上面嘅，例如佢哋出街時用嘅短信啦，或者喺同其他人網上面溝通都會使用嘅。而久而久之，台灣啦、香港啦，差唔多全世界都開始使用顏文字符號嘅，去表達自己嘅快樂啊、悲哀啊、傷心啊，或者日常普遍嘅會話都可能會用到顏文字嘅。跟住就係左手邊最普遍、最常用嘅符號啦，就通常係用電腦鍵盤就可以好簡單製作嘅一啲表情符號。例如最通用嘅就係email address 嗰個 at 啦，零啦，零代表嘴啦，等於同加嘅呢啲符號都係青少年喺網上溝通經常用到嘅簡單表情符號。最後就係由台灣同埋日本傳過嚟嘅文字表情，就即係話喺講説話嘅時候嘅一句後面加上一個括弧，可能係動作或者係一個感情，例如括住抱、擁抱個抱，同埋括住開心，呢一啲都係文字嘅表情。咁我哋喺呢個命題裏面所探究嘅問題就係，如果長時間使用即時通訊嘅系統，佢理所當然會取代面對面嘅溝通模式啦。咁青少年喺溝通嘅時候所使用嘅表情符號會唔會過量呢？亦都可能會造成溝通上面嘅缺陷。青少年亦都有可能失去咗口語上嘅溝通能力，冇辦法完整完全地表達自己嘅感受同埋想法。佢哋會唔會冇辦法喺冇表情符號嘅狀況之下抒發嘅感情？呢一個係一個問題。而我哋喺呢一個個人研習上面，主要探究嘅就係青少年喺運用表情符號之後，喺現實喺面對面嘅溝通上所作出、所受到嘅影響。咁關於探究對象同埋取樣方式啦，首先我哋嘅探究對象係香港嘅青少年。
大約係10至25歲，而探究嘅工具會係網上嘅問卷。我哋嘅探究程序係一，擬定一啲題目去詢問被訪者啦；二就係放上去一個網上嘅問卷網站；三就係將問卷嘅連結廣佈喺網上面，例如 Facebook、MSN 同埋我哋香港教育學院嘅內聯網。最後就係分析同埋總結所得到嘅數據。咁以下呢，就係我嘅問卷問題嘅事例。第一個就係請根據順序排列你最常用嘅表情符號。我哋可以藉住一啲青少年鍾意用嘅表情符號去分析佢哋其實係想表達啲乜嘢嘅情緒，或者佢哋喺啲乜嘢狀況之下用啲乜嘢特別嘅表情符去抒發自己嘅感受，而多用呢種表情符號會唔會影響到青少年嘅溝通能力？第二題就係你會喺什麼時候使用表情符號呢？咁我哋可以知道，例如佢喺 MSN 用，喺網上嘅論壇用，喺網上遊戲使用，喺唔同嘅情況之下會用啲乜嘢表情符號？同埋佢哋會唔會過量地使用一種表情符號，以致影響佢哋嘅溝通能力？咁仲有一題就係我哋會問你最常以什麼方式與別人溝通？會唔會係以文字方式嚟溝通啊？會唔會係面對面其實係最多嘅，傾電話或者其他嘅溝通方式？而唔同嘅溝通方式就可以話俾我哋知，其實香港嘅青少年會唔會係過分地濫用表情符號，或者其實佢哋根本唔係依賴網上面嘅即時通訊系統，而係最鍾意嘅都係面對面嘅溝通方式。呢一啲都係我哋值得去深思同埋問嘅問題咯。多謝。